美国零售巨头亚马逊自5月起以向消费者索取虚假评论等为由，对平台上5万个中国卖家进行封店。封号的原因主要有不当使用评论功能、向消费者索取虚假评论、通过礼品卡操纵评论等。塔利班宣布将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并会见了前总统卡尔扎伊、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和伊斯兰党领袖郭尔贝丁、西科马蒂亚尔。政治处成员艾内斯·哈卡尼主持了代表团。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引发台海两岸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这波以美声浪中，中国官媒发表社评称，台湾当局需要从阿富汗吸取教训。中国官媒以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说法，质疑美国诚信和蔡英文政府的亲美路线。自然旗下的学术期刊科学报告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古颈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关于东突厥惨走百垩失翼龙动物群中恐龙化石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对之前在东突厥伞下白垩僮地层中发现的3件恐龙化石进行了研究，依据其中2件保存较好的化石的特征，他们建立了2个恐龙新属星种——丝路巨龙和哈密巨龙。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穆斯塔法·桑托普接见了韩国议会议长朴槿熙。桑托普强调韩国是土耳其的血兄弟，并表示始于朝鲜战争的兄弟情谊正在逐渐扩大。韩国议长还提醒土耳其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支持，并表示韩国目前的发展得益于土耳其士兵的努力，我们只称土耳其为兄弟国家。2位在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工作的科学家解决了物理学家2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求解决方案的3维问题。这个解决方案阐明了对行星在太阳系中未来位置的猜测。据悉，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行星在太阳系中的位置。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表示，已与塔利班政权取得联系，并宣布他们将在可能发生边界侵犯的情况下做出回应。另一方面，海湾国家阿联酋周3表示，加尼目前在阿联酋避难。阿联酋外交部说，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接纳了加尼和他的家人。